記得喺初中嘅時候，望住台上發光發熱嘅師兄姐喺度競選學生會，令我萌生咗選學生會呢個念頭。Apeiros 係由古希臘文 Apeiros 改寫而成，意思係無限。由我哋最初選學生會呢個無限遙遠嘅夢想，去到15個志同道合嘅人一齊互補不足，發揮無限嘅可能性。正所謂前人種樹，後人乘涼。我哋堅信我哋將做出嘅貢獻同埋改善，可以令到同學喺未來有更好嘅校園生活。正係呢種服務同學嘅決心，成為咗我哋嘅推動力，去爭取呢個機會，竭盡所能咁樣為張記人嘅青春留下難忘嘅回憶。星係古人喺黑暗中指引人方向嘅工具。好記得我初入嚟呢間學校嘅時候，我都好迷茫。但係好彩有學生會嘅指引，令到我哋知道有啲咩係要做同埋可以做嘅。所以我哋 banner 後邊嘅北斗七星，正係代表咗我哋要幫助張記人衝破困難、指明方向嘅抱負。而一旁嘅北極星，亦都代表咗我哋永遠不變嘅初心。整個夜空就好似張竹山一樣，包含住無數咁多發光發亮嘅學生，而我哋就好似從當中劃過嘅衛星一樣。即使係曇花一現，我哋都希望把握少少嘅時間，為大家帶嚟美好嘅回憶，將各自嘅微光繪成星河，照亮張記嘅夜空。我哋 logo 嘅沙漏象徵住我哋所有人轉瞬即逝嘅校園時光。雖然我哋冇辦法阻止，但係我哋15個人仍希望喺有限嘅時間內為張記人發揮無限，創造無限，探索無限。